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贪污，获检方起诉。若是一审判有罪，判有期徒刑，高虹安就会放停职，由副市长来代理。不过高虹安嘛强调，这甲助理的钱捐出来做办公室基金的制度，是沿用顶一任立委李准义的方式。所以即嘛检方嘛要来调查目前咧做劳动部处长的李准义。新竹市长高虹安被指控伫立委任内涉嫌诈领助理费、互北检以及贪污治罪条例起诉。若经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期，高虹安会被停职，由副市长代理职务。有地方的议员呼吁伊应该爱家己请辞落台，烦恼市政运作会受到影响。新主人不会要一个压榨助理、涉嫌贪污的市长，但是市政工作一定要稳定进行，市民的各项权益更不能受到任何影响。也毋过高虹安后年有诈领，警察讲办公室任用金制度是因为沿咱前立委李准义的助理，利沿用同一套绩效方式，所以北检也分案要调查即阵担任劳动部处长的李准义。这在去年我就回应得非常清楚，我说我的办公室从来没有公积金制度，目前为止是完全没有接到任何检调单位的查询。其实，地方民意代表牵涉诈领助理费案件，常常发生。贵人市议员张炳君即阵亚中邀请台北市议员林永明、嘉义市议员地灵，前高雄市议长詹丽燕这些人拢被起诉。前台北市议员潘怀忠当中间更加是被判刑定案。立委战绩较少看，有前立委李庆华关恶乱被起诉，也过因讲无人被判有罪。民团也指出，相关文件经费、助理费安怎运用，司法机关认定真相，需要靠立委自律。助理相关的规范其实都已经有一些法规的定了，当然你说是不是不足，或者里面要做调整，我们当然觉得也是可以来做一些检核了。最理想的部分是，既然我们法定可以聘8到14位助理，我觉得他应该是每会期或者相关一段时间是可以公告一下他所聘任的助理。公督并表示，立法院无伫会再考虑订定助理费检核机制来监管，并且呼吁比较美国也是日本，将助理名单透明化，照可能阻止这个歪风。记者综合报道。